议员陈义珍表示，台南市富城区因为道路较矮，路边的停车位根本就无够，民众话必须要停到路外的停车场。不过现在因为路外停车场大部分拢是民间的经营，市府依照市场的机制，虽然未用统一来规定收费的标准，不过议员认为业者收费的广告为定15分，或是30分，标准并无一致。容易造成消费的纠纷。很多停车场它的标示其实有的是写15分钟多少钱，有的写半小时多少钱，然后有的有写1天最高多少钱，有的没有也没有上限所以就会发生说15分钟如果是30块，那1个小时就是120块。那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停了一个下午就已经快500块了，然后你可能你进去的时候只是30块，那很便宜但是你没有去注意说它是15分钟30块所以我觉得那个标示上这样会造成很多民众的问题停车场业的主管机关没有错，那我们会跟法制单位再来联系看看，从管理的角度，我们应该要来加强它清楚标示跟揭示的这个工作。除了停车的收费广告无一致，另外在停车收费的超收部分，议员应该答理嘛认为，既然收费的时市府并无限定是车主或者是车辆的使用人，不过因为超商的缴纳甲交通局的系统并无做及时的连线，容易造成民众重复来缴纳。一年总共将近1万件，超收的金额超过400多万。不过市府伫个退行的时，却要了真侪时间。对此，议员要求交通局要改善。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